刚刚来8:31。我看一下我另外一个手机号。
美女不要吗？我都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在处理网络的方面，我把手机刚刚换了嘛，换新的手机，换了 iPhone 14那个，没用13了，那个电信的信号太差了，老是在卡。现在移动了，我用联通的，现在用那条的，至少电池我充电宝，我有充电宝不怕，电没电了再切换嘛。没问那个对方是什么的线，还没问那些。他们是哪个团队啊？哪个团队？啊，哪个团队的？是哪个团队来的？他没有团队，他是就象牙打那个。象牙都是我们团队呀。啊，另外一个女的，那个新的吗？这个新的吗？哦。这个有点急啊。
是新的人加入，然后他下了哈达，不是团队，是那个新的，他搞忘名字了。哦，现在还不知道他名字，就是那个前面那个雍正屁股后面那个，哦不是，就白色衣服。就是这个新加入的，拿了个扇子，声音太小一点哦，我那个声音，我这边开了声音呢。这丢电都没电了，这个板子都点了。就是刚才没电了，然后就那个网络断了。哦。我本来就是20多个的，看着断播了，真的，我现在都想哭了。这个就是流量的问题吗？我觉得不是那个，我就那个这个流量用完了嘛，我用这个流量，然后就这个我没注意了，手机没电了。中断了。一人一个扇子，丽丽可，最后面还有水，好凉快，车上。机票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谢谢你们。帮忙上个人机票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的刚才刚刚网络有问题，我直接用了翻了联通，通过电信的，一卡一卡的，反正我看不下去。虽然说它卡的时间不长。